哟，紧啊紧啊，等来宾就要来啊，你准备好未？啦啦啦啦啦，哈，什么拉啥啦？紧的啦，一代的来。啦啦啦，哎哟，乱的，你乱啥啦？你敢知影啥物叫做啦啦啦？你目睭是咩呢？我唔知啊，唔知什么叫啦啦啦。啦啦啦，就是小新困的情歌。所以你讲你要甲我先困到顶，不是，我是要甲来宾。人有某啊，你唔当来咧。新困啊，新困啊，喏。哦，这条歌佫是要唱因某的呢，因嘿啊某就叫啦啦，你还有啊你再要甲伊讲，再讲啦啦，伊要甲你人先困到底。是新困，好不好？不是新困，是新困。我讲先困到底呢。对啊，对啊，好啦，这无好笑啊！听众朋友看名已经知影吼，听众朋友你若想要知影这条歌是啥，你就去找者吼，找咱这个来宾的名，你得听到啊。我无想要插你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个开 Podcast 播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消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，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练的邵大伦，小大伦，小大伦是小大练。那呢，阮咱叫大练还是大伦？叫大练的就好啊啦。大练兄，大练兄，大练兄上大练。有上大练无我唔知啦吼，但是人是不哩啊大箍。袂啦，莫安尼讲啦，莫安尼讲啦。听众朋友，我甲恁讲，迄是镜头的关系，其实大练兄本人散散啦。散散，嘛无够散散吧？请问你，偌久无去配目镜的？我今日无挂目镜，其实我今日无挂目镜。好，大练兄，因为咱的听众朋友有迄0岁到18岁，因可能较无咧看电视啊，啊无咧听迄广播电台，你敢要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？好，大家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吼。大练的我本身伫咧电台已经服务差不多将近15年的时间。毋过搁较早以前咧，我伫咧2003年，我哋已经伫咧演艺界出道，迄当阵是即个主持儿童节目，伫咧 Playhouse Disney， 就是 Disney Channel 内面咧，咧做即个大哥哥吼，咧带大家咧耍游戏，咧唱歌跳舞。所以咧，一路以来拢是以这个表演为主，本身嘛是做配音员吼，主持无论讲是电台、电视吼，拢应该拢有应该爱去试的拢试过啊。听到这我声音真低，这大波贝斯声音，咱知影讲这是一个主持界。无啦，无算讲介低呢。袂啦，甲阮两个比起来，因为阮的节目都差诶。好，安尼就要听你讲，就是讲你是做电台，北边你是毋是就要开始问你的问题啊？我毋对，来你讲看卖。头拄啊，大练兄讲伊伫咧电台服务，那呢就因为大家可能无啥知影讲咱的电台主持人需要做啥物代志，那呢敢会当请大练兄简单讲一下，就是你平常时做啥物工课内容？平常时除了即个伫咧电台可能爱做一寡写文稿，或者是讲要配广告、配音做单元、做节目、现场 live 的直播吼，嘛爱做一寡即个，比如讲去天地、摒扫、扫涂骹，真是无啊，因为咱就是电台内面的即个工课主要的人员嘛，吼，对，还是上班的啦。我毋是迄个 case by case 的，因为咱电台人员嘛是有分做是，你可能我知就是迄种，就是时间到再来主持的迄种。对，毋过我是上班的。你是就是在家的。对，就是专业的介绍，迄个叫正职。正职，对，正职的这个人员安尼，所以就是一直以来拢是咧做这的代志都是以声音为主，所以15年以来，我都是逐工拢爱讲话，拢是真大量咧消磨家己的声音。所以你有看到，就是你拄则自大门行入拢不爱甲你讲话。你自大门入来的时阵，我就开始咧迄个叫做吼，这个培养家己的声音，惜字如金嘛。我想讲，就是因为咱等下就要开始讲话讲真久，所以我自门入来拢不爱甲伊讲话，用甲看，我拢甲伊的经济
经纪人哦，阮这三对，阮这三字就是因为阮一直甲华语迄个字认毋对去。毋过伫咧这时阵讲是无毋对，因为伊嘛是我的经纪人，迄着我的经济拢是咧讲啦，对，迄阮某啦，拜托诶，厝内面的经纪人对无？对，经纪人，叫咱看迄个经济学人的迄个文章，经济学人表示安怎有无？对，阮迄当阵是甲迄个字写毋对，结果阮就是顶届访问诶阿夸妹的时阵。就去用纠正，结果阮第二届想讲啊，这个字应该是安尼，结果阮嘛是个念唔对。其实就是迄个字应该安怎念就是安尼念就对。对，但是阮一直甲华语字混唔对去，所以就会有这个问题。迄不要紧，迄豆豆来，对，豆豆来，阮就是一个做到会识的。安尼才进步啊！对啦，对，安尼想要请教讲，就是像你开始是毋是若想要做 DJ， 就是爱学遐个机器对无？当然咯，就是硬体甲即个软体拢爱去学习。无经验的人敢会当去学？无经验的人，我就是无经验的人去学啊！系啊。你有才情啊？有才情，有热情啦，有热情哈但是才情是培养的，有热情是先天的啦。哦，系啦，所以就讲有真侪代志拢是对零开始嘛。你原本就是对零到一，这是中上困难的时间，就包括讲我的代志嘛共款啦。哦，对啊，就是对一开始你讲真正入去电台，所有我的学长甲遐先辈，全部拢是自细汉拢是以台语为母语的，拢是咱伫咧讲的即个差不多5年的、4年的，我是6年的嘛。哦，所以咱的即个年纪就是差别真大。哦，对因较早迄个先辈的时代来讲，因咧讲台语是足思想的代志。对啊。但到我即站的时阵，就开始出现即个有一寡浪胖啊。对，像阮两个，我18岁、19岁，大家嘛拢讲阮台语讲啊做。哇，完全看袂出来。我想讲，恁应该只有13、14岁。叫你发现去，叫你发现去。迄边啊，迄将啊经济贷款迄个，唔好甲阮的相片流出去哦。阮的相片是秘密的哦。对，迄一喙了，哎哟，敢若背下。想讲呢，安尼用迄囡仔工安尼，等下公司会去用过，好白讲。好，安尼除了就是爱学遐一寡硬体，但是像譬如讲节目的主持的迄种，就是内容甲技巧，拢是你家己想的，是讲爱甲人讨论。当然啦，有人教，爱有人教。所以所有代志拢，咱人生当中第一个老师就是妈妈，对无？然后你就会接触到真侪老师咯。对。幼稚园的老师，老爸老母以外，阿伯阿姆，这拢是老师，拢会教你讲这是对的还唔对的。一直到咱20几岁、30几岁、40几岁、50，甚至到咱要往生真正，你拢永远拢会找到要教你物件的老师。对，已经先经过啊，就会甲你讲嘛。所以咱就要做人较谦虚的，自然你就会当接受到真侪物件。哦，所以其实就是除了讲爱有才情，上重要是爱有热情，才会当拄啥物零开始学安尼。我感觉热情这个代志是勉强袂来啦。有人讲会去用消磨去。譬如讲你一出社会了，你看卖讲咱拢会起这360度，可能这有人讲这1年换2次的头家嘛，对无吼？迄时阵吼，1年换2次的头家嘛，无一定是无好。是，主要是你若是找到刷落来迄个头家，就是可能24年迄个头家，24年敢若一个头家，安尼就算讲，你厉害呢。就算讲是1年换2次的头家，迄个经验就有价值。对，有价值。对，我以前嘛是1年换2次的头家，就换到落尾才找到家己的热情啊。哦，安尼听众朋友啊，恁即马就是有搁咧读册，要等毕业的，恁就是爱试看卖，什么物件拢爱去试啊，趁少年，对，趁少年，才会知影讲你家己真正想要爱是啥物。虽然有人讲甲兴趣起来做工课，可能到尾啊，你连兴趣都无去啊。但是无要紧，你会当搁去别位找别个热情，别种兴趣。对。好，所以就要继续问电台的问题。就是大人兄，你平常时电台主持的时阵，我拢有注意到，其实迄当阵拢有直播对无？拢会翕你的人。但是一般主持啊，像阮就是表达，袂使翕相，袂使创啥，就是阮就是无要公开，因为想讲，那有当时你嘛知影讲主持还是讲话时阵，拢会做一寡较歹的表情。我了解。较歹表情，你打开始的时阵，甲你沟通讲要直播时阵，你敢有法度的随适应讲会当就是拿主持拿翕。无可能嘛，当然一开始就是就袂惯势的。对。
包括讲其实我对这个电台下出电台，然后要下对迄个电视界吼，我去唱歌吼，其实这以前主要是阮某甲我鼓励啦，嘿，这个所以。迄个时阵我定咧甲冤家，嘿，就因为我无想要踏出去迄个世界嘛。因为其实像你拄则讲的，就是讲配音嘛是创啥，其实咱拢我搞我用咱哦，咱拢较惯是秘伫迄镜头外口，安尼咱则较会当用咱上大的热情来表演。对啊，啊，迄个时阵其实是我已经感觉讲我对迄个镜头有一种惊吓的感觉，毋是惊吓，就是感觉讨厌。袂感觉讲介自在啦，爱叫安尼，所以就认为讲我既然已经找到一个头路，我嘛确定讲我就是会当以这个头路为主来去行我未来的路，我就无需要搁再现面咯。因为我早期20几岁，我就是伫迄个 Disney Channel 咧做儿童节目，但是我感觉我嘛已经到进去30岁啊，就讲到30岁啊，应该无必要搁伫咧电视上。开始表演安尼我就感觉讲用声音表演较好较专业。毋过迄个时阵阮某就甲我鼓励啦，伊就讲你搁去唱歌去比赛啊，去上电视啊，去接通告啊。所以迄个时间我其实是心肝内面是有一种我会当做这个代志，但是实际上我并毋是足想要去做这个代志。嘿，所以有当时我家己的产生一寡冲突，就是讲但是后来我发觉讲，真正有上电视了后确实就是有真侪人就开始去听到你的节目，伊嘛真正是因为电视的你知名度的关系，搁去听你的节目。这其实对迄个时阵拄好，咱定咧讲迄段时间差不多10年前，迄个时阵开始有一个讲法，就讲咱的广播业界豆变做一个黄昏产业，日头要落山的产业。但是因为迄个时阵，伫迄个讲法之下，我阁会当接触到真侪听众朋友，是因为伫电视上来听我节目，我就感觉讲，这可能嘛是一条，这个真正是经纪人啊，现代 DJ 应该要行一条路，对啊，就是亲像讲咱即马咧做的 Podcast 共款，对。恁为什么无伫咧电台主持，伫咧网络上主持咧？这就是一个无共款的平台啊，对无？所以咱就是媒体人拢必须去接触到无共款的这个，因为这个世代咧转变，对，家己去适应安尼。所以恁尾就是甲电台的节目，就是放去你 Podcast 面顶嘛，是因为对时代对，过来就是迄当中电台嘛开始咧试看卖要甲咱每一个 DJ 的面，拢互大家看会到。嘿，就是有一寡较早无共款，因为以前的 DJ 就是甲总经理共款，但即摆 DJ 是愈好愈有名愈好，大家拢想愈会当了解，比如讲一寡电视上的一寡，因即摆嘛咧主持电台，别人就愈会去听伊的节目。真的，就是安尼。但是我看尾就是像我最近即几集的直播拢有看，我感觉大人兄拢足自在啊。即摆关系即摆也关麻痹啊，嘛毋是麻痹甲关系无共啦。麻痹啊，即摆有是要摕一个手机一直甲伊翕安尼对伊安尼对焦自在啊啦。袂啦，就是讲，因为后来佫伫咧电视台有主持迄个外景的节目，迄对我来讲是真大的养分啦。因为你要直接去餐厅内面啊，去一寡即大头啊，甲遐个阿桑啊，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咧遐开讲。迄是足直接的一个情感的交流啦，是，对啊，迄嘛是对我所有主持的经验来讲，上界快速学习的一段时期。因为你无通好去优美的嘛，对，系啊。所以你感觉讲就是像直播的时阵，当初是直播迄种感觉，甲就是开始拍电视即种的。你讲两种对来讲上大的争差是啥物？即马其实拢特别共款，即马拢要共款。即马有真侪直播，节目就陆的渐的就变做是对电视节目共款啦。所以其实就是拢是即马表演的方式愈来愈自然，愈来愈无，所以拢无说，希望。愈卖说愈好，听到没有？你有听到？阮拢无说，所以阮拢一直黑白讲。恁即马就是主流的，即马就算讲恁是主流的主持方式。敢是？是啊，阮拢一直红骂呢。
一工回息的啊，无就爱创啥？你无看到即马拢去用骂，这代表讲有流量嘛？对啦，对吧有人听啦，系啊，无人看，哪有人会甲你骂对吧？你试看觅啊，你后抓了最正经的讲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听众朋友下不来甲我骂哦。咱们来报一条刷来国际新闻，有无？两礼拜，你流量都无去啊？对，嘛无人会甲你骂。听众朋友，这大年兄甲阮教的哦，这金钟得奖的人甲阮教。无啦，这毋是我甲恁教，你甲你本身笑的。对啦，讲笑的啦。好，过来。好，过来都来讲一寡，就是咱台语台有关系。对啊，拄则讲到拍电视，咱即摆就来讲咱拍台语台电视啊。无毋对，就是咱台语台。伫旧年啦，有一个节目叫做《食老婆土豆》，啊，伊就是较适合时大咧看的节目。想要请问大人兄，就是啥物原因，互你决定就是要做即个节目？啊，你进前敢有相关的经验？相关的经验应该是英过15年，我就是伫咧电台主持。阮电台主要台语电台就是以时大为主，听朋友就是以时大为主。所以甲时大咧来往，或者讲甲因交配，或者讲甲因讲话，是我非常这个对我来讲是做事上的代志啦。嘛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咧讲的是我咧报的代志，我咧放的歌，其实拢是时大爱听的。对，嘛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咧想讲好啊，咱若是会当个提供过较济正确的资讯，或者时大咧，其实是最好的一件代志。我嘛会当来担任这个任务，继续来为因服务啊。只讲换伫咧咱公司台语台，是这个原因。主要就是这个起心动念啦。但是一般人啊，像一寡想要较知名度的人，伊会想讲，我要接一寡较少年辈，还是创啥节目？你当初是敢有想讲接这对你家己听众的，比如讲听众的变化，敢有影响？我感因为对我来讲啦，对我来讲就是接节目这件代志，我是属于迄种我会当做无。然后有符合着我的个性无？有符合着我的理念，我家己的想法无？是尤其我的妈妈对我来讲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我的人物。我的妈妈伊一直以来就是会甲我讲啊，你若是会当，互你来做一寡互小朋友的，或者是服务老的，因为这是有意义的代志。对，所以安尼你拢完成安尼，虽然讲当初时出都是为囡仔，即马搁伫为老大是大人。对啊，公司台语台伫进前嘛，互我一个机会，公营倒转来，对。大人遐嘛是有主持。对，所以服务囡仔甲服务时大，这两件代志，敢若是我人生当中一直拢会不断出现的机会。我改变做是一种天命在看待啦。天命啊，带天命的对啦，我感觉是哦。因为我一出道的时阵，我就是以儿童节目出发。后来我伫咧电台开始接了真顺手，嘛是因为要服务这个时大。所以后来就是只要是互囡仔，还是讲互时大的，我拢其实拢袂考虑，只要是健康的、正面的，会当服务着因的，我拢接。真感动。讲志工性质的嘛是会接啊。志工的哦，志工这两字就代表是无钱的呢。所以经济人会使。我伊即马咧摇头，伊咧摇头。我讲志工性质的是讲，我去做一个去访问志工的节目啦。原来是，我都惊着，想讲哇，大家现在在做志工经。无啦，我之前嘛有去访问过志工咧做迄个志工伊的故事的节目。这真值得访问，真值得访问。所以其实这物件咧，拢是冷门，拢是较冷门。对，真的，较无人做，一定爱做的代志。对啊，我甲伊囥伫咧第一线，囥伫第一线。我只甲伊囥伫第一线。好，你想要问讲，就是你敢有因为主持像阮食了葡萄豆的节目，就是甲领导的人有搁较侪互动甲讨论。因为你看像咱节目讨论的做快，譬如讲，我感觉上厉害就是有讨论迄时大人因迄叫什么？因伫眠床顶的代志。对，搁有讨论着因的运动。搁有讨论到像讲因咧看电视，像因去买药啊，是创啥？因为你本身是电台，你嘛知影讲，就是一寡时大人，因拢就是敲电话买药啊，即种的。但是你敢有因为遮就是甲厝内人加一寡讨论，就是讲，譬如讲你学着一寡运动，你当先甲因咧 1 2 3，我甲你教呢。
我较处理的，因为阮家庭算讲成员较少啦，就是这个阮爸爸妈妈甲我，对甲阮姐啊，但阮姐啊已经无甲阮带到阵，就是真少，这个人数少少的这个小家庭。毋过我甲阮爸爸妈妈就毋捌真正有离开出去大真长的时间，我就一直以来拢当阮爸爸妈妈身躯边，所以其实阮的感情就是啥物代志拢平常时就拢会讲，平常时就拢会讲啊。所以并无因为讲即个节目才开始咱话题加真济，但是我会问伊，你感觉我这集要安怎？要问啥物问题较好？你若是时代，你会想要了解啥物问题？我先去问因。所以你甲因其实已经毋是节目后的参考，是连节目制作进程的开始你讨论。这是有其必要性的啊，有其必要性的。是啊，因为阮甲阮爸爸妈妈都无在开讲。对啊，这你就爱知影讲吼，咱讲单位吼，就爱较直甲爸爸妈妈开讲。因则讲一寡有诶无，咱平常时较接触袂到。我拢伫线顶啊，线顶甲迄黑白妈妈讲话，甲黑白妈妈讲黑白妈妈安怎，结果尾啊登去了，节目播出了，我就开始去看迄监视器，因为阮老豆监视器，我去听看讲伊。这无听了伊咧讲啥，即摆阮老母就知影，即阮老母就知影，我甲偷听。所以我甲阮爸妈其实是有咧，尤其是甲阮母啊啦，甲阮爸较少，因为阮爸就是较搞走安尼吼，无一定找着伊啦。但阮老母就是我拢会先甲阮妈妈讲后一集吼，咱们来讲一个迄个网络的迄个诈骗。你最近你接到迄种，甲你骗的迄个诈骗的电话是当时什么时阵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可能就会甲阮母爱迄个生活经验，放伫我主持的内容当中。你敢有带伊做伙运动？运动毋免拿伊家就会去运动啊！伊要带我去运动，早些5-6点，我还未爬起床就已经运动转来了。系啊，厉害！你像迄集啊，就是讲，就是讨论老大人的，就是即个方面的生活，像即种你敢会甲伊讲？伊敢会甲你讲，应该是讲伊敢会甲你讲。有诶是大人歹势，系啊，这拢爱加掉，避掉。你搁讲一个你头拄诶问题，就是是大人，就是对性即个方面，性对，因为甲家己是说拢较袂讲到即个部分啊。像咱迄集就咧讲，其实是大人伊嘛是有因诶需求，像即种话题，敢有法度讲。伫阮兜基本上是安尼啦，大家拢知影讲是即个。因为因是真虔诚的教徒，尤其是阮母啊，所以你毋免去问迄。那逐工就要念经啊，你讲问讲，你对性的需求安尼，就头拄仔只大啤酒了念完21届，你讲，你对性的需求安尼咁对。所以看到迄集，伊敢有讲啥？基本上对伊来讲啦，就是讲可能伊四周围的朋友，可能因家己迄个姊妹啊朋友才开始去讲这。比如讲，因即马咧讲的，可能已经毋是性的问题啊。可能是即个婚姻的问题，对，斗阵的问题，对，伫咧外口敢有人咧甲你偷食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我感觉颠倒是较严重。若是讲查甫的，伊无要踮咧身躯边的时阵，迄甲性无关系啊啦。迄甲心有关系啦。对，嘿啦，所以因即马已经进入到迄个心灵的迄个zan处。性对因来讲是一部分啊，一部分。对。迄个需求无像讲咱少年的遐尔大啦，是啦，伊即摆已经豆豆揪去啊嘛。我讲我的意思是讲，迄个需求豆豆揪去消风啦。阮咧超过迄个界线的。无，伊今日要出门进前就直直我提醒，今日无通我整的哦。你讲话较细腻的。啦，会小我正经，会低调。我就讲我今日做正经回答。会做正经好无问题。对啦，像拄则讲到这心灵的部分，心爱合喙，心灵的部分，对心灵的部分，因为像即马真济是大人，因可能就是到50-60岁，囡仔拢大汉了，才开始讲因要离婚。做侪人无法度体谅的，但是我感觉讲，像拄则大人兄讲的拢是对的，因为其实因已经考虑囡仔，考虑这，考虑迄，到尾啊了开始对，等囡仔大汉啊，有家己的家庭啊，家己出社会了，经济拢稳定了，因才开始想着因家己，才去讨论讲就是离婚的问题，这是啊，替家己想啦，对啊，这真正是就是心的问题真重要，毋通委屈。甲咱前几集讲的，就是听众朋友啊，毋通委屈恁家己。咱时间过了真紧的，咱原本想讲就是几条题目尔，一集会当结束，我都
大人兄真正是主持的。咱后一集空中再相会。你惊到你，突然之间，我你一个聊天钉，惊到迄用等迄个 volume 嘛咧切掉啊。迄破音的，迄就是大人兄的问题啊。无啦，阮袂切掉，阮的就是甲因讲者，讲者了，甲因讲叫因后礼拜继续听，咱会做一个收尾安尼。我看你有袂？你问你呢？梁明伊即嘛是看我手，你准无伊要向我讲我做啥？我知影你做拿后做赞呢，我知。无啦，我只是想讲吼，就是趣味啦。哦，对，好，安尼咱即马先互大人兄休困者，咱后日咱等下就要来讲伊的唱片咯。哎哟。对啊，因为阮是一步一步来，先讲到你的心头你是安怎开始发展的，再来开始讲到你的广播，再来个讲到咱的节目主持啊，咱即摆已经讲到咱家己的节目啊，才开始专门讲你家己啊。哦，头家你有听到？我有先介绍阮台语台的节目啊，哈，对啊，所以阮代志该做拢做，阮再来好问阮较有兴趣的。好，安尼咱先休困者，下当收尾啊。好，来收尾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做问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对啊，你今日特别搞欢呼，我免啦，免遐正经啊！你安尼阮对后一集咧，主持拿保就回来了，一直咧开黄腔。我你是公司你家己我头拄就无想到，阮是你第一个搞啊，塞目尾。我就讲九气是讲迄个输球九气，但是我是感觉你是讲别个物件九气哦。哦，拿保就还未收回来呢。到时阵甲恁两个拄则迄小姐迄段甲加起，放伫 NG 后面，偷偷啊录着啊，无细字录着一段。有啊。头一个签名。哇！做个相片，迄阵请几啊十个位来。请愿的迄位就是阮电台一个带入去电台报道先生主持的柯慧莹小姐。哦，伊就是我的贵人嘛，是某某就是阮两个人的媒人啊。我甲阮某的媒人。安尼啦。嘿啊，我甲某某熟识足久啊。嘿啊。对啊，因为一路以来就是以前较早伫咧电台的时阵咧讲台文，迄个时阵是大家迄种国教手机，大家用共鸣足少的。对。对。以前我看，我搁去主持几多年的迄个叫做本土语言的迄个贡献奖有无？哦。第一年我去主持的时阵，我出早差不多10年前，迄两阵主持的时阵，迄两阵台语的资源真少，有一个，对，有一个台语的教授啊，我袂记啥物人啊，上台啊足老啊，就讲我今日摕到这个贡献奖，我要讲吼，今日在座有这个原住民甲客语的吼，我讲吼，恁每一年客语今年摕到偌济钱就先讲，对，啊原住民摕到偌济经费先讲，吼。啊，阮台湾人呢，摕到1箍啦，摕到1箍啦，真高讲。听讲咱台湾人是占上济数的吼，对。毋过咱摕到资源是1箍一个拢无。对。讲这个有当阵伊感觉，所以我摕到这个奖，我真足感慨。啊，迄个时候就开始讲，讲到即马其实咱虽然讲。好不容易有一个台语台，但是咱无台委会嘛，对，这嘛是一个。搁咧拍拼当中，